牧师、各位点团、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午安。感谢天恩寺的主席冯慈、世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，老前人、护理师以及各位电传师的栽培。今天佛学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来跟大家一起学习。曾记得在一个红河日丽的上午，那么就在神岩山这个地方，对不起，我就忘了问，有人能不哪一位有听不懂台语的吗？请举手。就没有机会，那或许就对不起，或许就以国语来报道，好不好？好。感恩。那么那个时候，记得好像是我们神岩山在破土的那一天，前人各位点传师们都在。那或许来到了神岩山这里，跟前人。护理师及各位电传师执行，在各位电师在前人的一生一路成功的支扶下，我先含着泪挥手，跟各位道别，去到了美国这个不熟悉的地方，那么在那里开始结缘，开始来播种，开始来寻找这些民族的羔羊。那么有没有由零到今天的一小群，有不知道何谓道，到今天。前几天还打电话来说，刚话道完了，到从不知道